帝的慈愛，常與你們同在，願平安恩惠天天加給你，喜樂恩典圍繞你。願你每天快樂，身心愉快，健康與你相在。祝福你，福杯滿溢，耶穌永遠陪伴你。上帝的慈愛，常與你們同在，願平安恩惠天天加給你，喜樂恩典圍繞你。願你每天快樂，身心愉快，健康與你相在。福杯滿溢，耶穌永遠陪伴你。He'll bless you night and day. He'll always lead your way. He will be there for you. He'll bless you night and day. He'll always lead your way. He will be there for you.願天父上帝的慈愛，常與你們同在，願平安恩惠天天加給你，喜樂恩典圍繞你。願你每天快樂，身心愉快，健康與你相在。祝福你，福杯滿溢，耶穌永遠陪伴你。祝福你，福杯滿溢，耶穌永遠陪伴你。耶穌永遠陪伴你。耶穌永遠。親愛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係滕張嘉欣，我而家喺香港，要同大家分享一個信息。呢個信息就係災難離罪得醫治。聖經裏邊有一卷書叫做《歷代志下》，其中喺第7章13到第14節嗰度有2節嘅聖經咁樣講嘅。佢話：我若使天閉塞不下雨，或使蝗蟲吃這地嘅出產，或使瘟疫流行喺我嘅民中，這稱為我名下嘅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嘅面，轉離佢哋嘅惡行，
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佢哋嘅罪，醫治佢哋嘅地。嗱，其實呢兩節嘅聖經咧，係喺所羅門王嘅時代，可能咧各位朋友，無論你係咪基督徒，你都會聽過大衛王、所羅門王呢啲嘅名稱。咁其實所羅門王做王11年，用咗咁長嘅時間嚟去建造呢一個上帝嘅聖殿，其實就喺公元前，我哋話耶穌基督降生之前，成900幾年嘅事啦。咁啊，加起嚟而家已經係耶穌基督降生之後2000幾年，咁啊加起嚟咧，距離而家咧成3000年時間嘅喎。咁究竟呢個3000年前啊，建好一個神嘅聖殿，呢一個王喺嗰度做祈禱喎，呢個就係所羅門王當時候嘅禱告。佢竟然咧講嘅嘢同我哋今日所經歷嘅事情係非常嘅吻合，真係聖經歷世歷代都係真神嘅啟示，話俾我哋聽。只要我哋有咁樣嘅處境，我哋可以用咩方法嚟到揾到出路？呢度所羅門王受上帝嘅靈嘅感動，喺嗰度發出禱告嘅時候，佢都估唔到會影響3000年後嘅今日，我哋而家所經歷緊嘅事。佢祈禱嘅時候，哇！上帝感動佢，上帝嘅啟示話：我若使天閉塞，不下雨，哇！咁即係咩啊？咁即係旱災啦，嚇！咁我哋咧實在喺舊年啊，即係我哋都經歷到咧，澳洲嚇，咁啊好多人都中意去澳洲旅行，我好中意嗰啲嘅環境啊、自然生態啊，咁但係咧舊年真係火燒山森林，哇！燒咗幾個月，成10億以上嘅動物咧係受災嘅，千幾萬嘅公頃嘅樹林啊，成為焦土。咁點樣理解嗰個1700幾萬公頃嘅林木咧？原來咧大概嘅面積咧係超過英國嘅2/3，大概咧就係155個香港，大概咧係4.7個台灣。哇！你諗起咧，真係好難想像嚇幾咁大火嚇。咁你睇到咧呢個圖咧，袋鼠都喺度逃亡緊。呢隻樹熊咧俾呢個消防員咧救翻嚇，咁真係咧焦頭爛額嘅嚇。咁好多人咧特別係教會全世界各地嘅教會咧，都嚟為呢個澳洲咁靚嘅地方燒成咁，落下雨啦，咁有啲水咧就滅到啲火噶啦，咁結果咧今年頭嘅時間咧真係行雷閃電，呢個澳洲嘅地圖咧俾大家睇到，同樣嗰一段嘅時間咧，竟然由呢度行雷閃電啦，呢度咧就冇雨，仲係即係啲空氣咧係好多密嘅霧嚇，
咁啊燒到咧變咗橙色㗎啦天氣啊！咁但係咧有啲地方咧落雨，大雨大到咧落極都唔停喎，落到水浸喎，你睇到嚇？咁啊最奇怪嘅咧就喺即係近住中部嚇，即係唔係中部嚇，應該講中間呢一度咧，坎培拉呢個首都嘅地方咧，咁我特登咧顯示出嚟咧，有人咧拎住好似乒乓波咁大嘅冰雹啊！即係呢個係乜嘢極端天氣啊！一路咁樣看到落大雨，行雷閃電，又水浸，落埋冰雹添。咁啊呢個咧就係澳洲喺舊年到今年上半年嗰個嘅情況，寒水，但係踏入到最近你睇到喺中國，聯合國都好關注我哋中國嗰個洪災洪水，哇係咁樣長江一路嗰個三峽咧都擋唔住嗰啲水啦。由6月份開始咧，一路到而家7、8月嗰啲嘅暴雨洪水影響咗27個省份3000幾萬嘅人。咁你睇到呢啲水浸嘅情況嚇，咁呢啲屋咧都浸到咧係出唔到街啦嚇。咁呢啲係市區嚇，咁你睇到咧係長江流域一帶嘅地方咧係浸得好緊要，旱。但係當水嚟到嘅時候，呢一個世界又面對另外一種嘅極端嘅情況。聖經又話俾我哋聽咧，我使蝗蟲吃呢個地嘅出產。哇！真係我哋都睇到咧，其實舊年嗰啲嘅非洲嗰啲嘅蝗蟲一路醖釀，一路咁樣橫掃非洲東部嘅蝗蟲，一路嚟到去逼近呢個真係蝗災啊！你睇到呢個圖咧，係聯合國嗰度話俾我哋聽，由呢一個非洲一路嚟到橫跨中東，一路去到呢個亞洲，直逼到我哋中國新疆一帶嘅地方。呢啲嘅蝗蟲一橫掃之後，不斷嘅繁殖，係幾多個農作物，幾多嘅糧食俾佢哋吞吃咗。咁中國咧就係用無人機成幾百架咁樣，但係10萬畝嘅地都受緊災嚇。一面係洪災，一面係蝗災，真係聖經講俾我哋聽嘅事情不斷應驗當中。聖經又話俾我哋聽，佢仲使瘟疫流行喺我嘅民中。瘟疫，我哋而家全世界全球化帶嚟，當冇事嘅時候，交通好方便，呢個地球村縮細咗，我哋個個都好中意去旅行，飛去呢度，飛去嗰度。但係當全球化嘅底下，你睇到嗰個感染係全球性嘅，200幾個國家同埋地區受感染。到啱啱我正話 check 下，你睇到咧已經1800多萬嘅人就感染啦，已經有70萬以上嘅人咧係因為呢個新冠肺炎嚟到去死亡。真係唔知呢啲嘅事情幾時先至過去。呢個圖咧係話俾我哋聽咧，全世界
好多個政府啊，唔同嘅地區嗰種嘅防疫嘅嚴謹度。咁當你睇到嘅時候咧，差唔多都係極度嘅嚴謹啊，要嚇大部分嘅地區都係由停學啦，由封關啦，由旅遊癱瘓啦，好多經濟都停擺啦，不斷等，個個都係期望嗰啲嘅疫苗快啲嘅面世，仲要係安全嘅，仲要係平嘅，以致人人都受惠得到。當我哋諗到好多嘢好想回復嘅時候，個世界轉變得好快，好多嘢都唔係我哋所能夠想像嘅。究竟呢啲天災，當我哋追究嘅時候，我哋亦都會睇到好多係人禍。聖經話俾我哋聽，我使天閉塞不下雨，我吩咐嗰啲蝗蟲嚟吞吃地上邊嘅出產，我差遣瘟疫流行喺啲嘅人類嘅當中。哇！原來造物主啊，有佢嘅主權喺嗰度。究竟我哋受咁多嘅災難，咁痛苦，為乜嘢呢？天啊，造物者啊，究竟你想點樣？你係咪要毀滅呢個世界呢？究竟你嘅意思係啲乜嘢呢？當我哋想到呢一個武漢肺炎一路蔓延嘅時候，喺中國大陸好快就去即刻建造呢個火神山、雷神山兩個可以容納上千人嘅醫院，大家都開始喺度議論紛紛。17年前沙士期間，佢哋係用嗰啲地方名咧嚟到命名呢啲防疫嘅醫院嘅喎。北京嘅小湯山就叫做小湯山醫院。武漢呢個肺炎爆發嘅時候，點解會出現火神山、雷神山嘅咧？喺社會主義嘅國家裏邊咧，我哋會覺得好稀奇。國內國外好多人都議論紛紛。原來雖然話係一個無神主義嘅地區，佢哋去解釋呢個澎湃新聞係喺中國大陸上海嗰度嘅網報嚟嘅。佢哋邀請一位教授咧嚟去解釋究竟點解用咗咩雷神、火神呢啲嘢咧嚟到去做呢啲醫院嘅名咧。咁我放大啲咧俾大家睇到。呢一個華東師範大學嘅教授田兆元咧就喺度解釋啦。我哋唔係迷信最緊要講呢一句啦。佢哋話咧，我哋要借助呢啲強大嘅精神力量。咁問咩精神力量咧？佢哋咧就解釋話咧，雷神山、火神山嘅命名咧係聯繫係咧我哋嘅中國傳統文化嘅。喺八卦當中咧，火雷係相生嘅。係咪火咧屬於咧離卦，雷咧屬於震卦，有咧克制邪惡。我哋唔係咧迷信噶，我哋都係一樣好講科學噶，喺度抗疫啊。不過咧，我哋中國人咧有我哋中國人嘅傳統文化嘅，我哋要借助咧楚國。原來咧佢哋講咧嗰個咩祝融呢啲咁嘅火神有啲神話嘅傳統民族嘅傳說
咁結合埋咧中醫嘅傳統醫學，由創世神話嘅流傳咧，呢種強大嘅精神力量咧，令到我哋咧精神為之一振咁樣。咁古老嘅文化傳統啟動咧，我嚟咧用呢種精神力量咧，大家齊心抗疫咁樣。咁當然咧，佢有佢呢個解釋啦。咁大家咧都心知肚明。當我哋要借助另外一種嘅力量，甚至係神靈嘅力量，究竟係咪真係能夠幫助到我哋抗疫呢？我仲記得咧喺17年前，2003年沙士期間咧，咁我咧寫咗2張嘅單張，咁咧喺呢一個香港各個地方咧嚟到派發，咁好多教會咧嚟到攞呢啲嘅單張，嚟到去到嗰啲嘅晨運徑去到啲離島啊，原來好多香港人啲避疫就咧走咗去咧好多離島新界或者係晨運徑嗰度咧呼吸新鮮空氣，嗰陣時一樣要戴口罩，一樣咧係起初嘅時候咧係揾唔到究竟呢種沙士咧個傳播嘅途徑，咁所以咧喺醫院裏邊咧真係要彼此嘅鼓勵，都死咗一啲嘅醫護人員，特別一啲嘅醫生，所以齊心嚟到去抗疫，沉着嚟到應戰，願你哋平安。呢個係聖經裏邊嘅祝福。好多香港人咧都攞呢啲嘅單張，信唔信耶穌咧？佢哋都好想有喺呢個咁艱難嘅日子咧，係得到從呢一個天上而嚟嘅平安。親愛嘅朋友，親愛嘅弟兄姊妹，平安係咪咁樣攞張單張就得到咧？原來聖經歷代志下所羅門王嘅祈禱話俾我哋聽，喺呢啲災難臨到呢個世界嘅時候，我哋點樣得到醫治？我哋點樣先至能夠得到嚟到拯救呢？原來喺呢個第14節黃色呢度，所羅門王受上帝嘅靈感動嘅時候，佢就喺嗰度祈禱話：這稱為我名下嘅子民，若係自卑，就係謙卑嘅意思啊！禱告，尋求上帝嘅面，轉離佢哋嘅惡行，上帝一定從天上嚟到垂聽，赦免我哋人嘅罪，醫治我哋人所住嘅呢一個地球。親愛嘅朋友，點樣得着拯救？點樣得着醫治呢？要認罪，要悔改，要祈禱。喺呢個武漢肺炎一爆發嘅時候，喺2月，武漢裏邊都有教會嘅喎。咁呢一個叫做下上堂，好特別個名下上堂佢哋係家庭教會。呢個黃女牧師師母咧，佢哋就發動用網路咧發起咧，全中國嘅基督徒咧，大家起嚟到為咧中國全國嚟到去祈禱。佢發起祈禱喎，官方咧都冇禁止啊，因為大家都忙於抗疫，大家都知道祈禱如果真係得嘅話都好都幫助下啦。因為雷神山、火神山咁仲有你哋基督徒嘅上帝究竟
佢發起嘅祈禱裏邊長長嘅一個禁食禱告倡議書，咁我揀其中幾項啦。佢呼籲全國嘅基督徒起嚟到為我哋嘅國家、為我哋嘅民族、為教會、為基督徒都一同認罪悔改祈禱，為我哋國家國民人嘅心驕傲敗壞、狂妄自私、貪婪唔誠實，帶嚟國家嚴重嘅禍害。你話係天災，亦都有人禍嘅成分喺當中。我哋要認罪悔改祈禱，為我哋全國10幾億嘅人口悔改歸回上帝嚟到去祈禱。其中咧有為嗰啲嘅染病嘅人啦、染病嘅家人啦、醫護人員啦，咁講唔到咁多啦。咁其中咧又為到希望所有捐贈嘅物資咧，係唔好落咗喺嗰啲不法嘅商人嘅手裏邊咧，去濫用私用嚟圖利，而係真係落到去嗰啲需要嘅人群當中，嗰啲醫護人員當中嚟到去祈禱。咁仲有咧要即係最後呢一項咧都係好重要嘅。求神興起正直良善行公義好憐憫合上帝心意嘅人咧，嚟到取締嗰啲咧腐敗無能嘅貪官能夠好好地治理中國，嚟到去祈禱。真係呢啲嘅祈禱咧係長長嘅好多項嚟到佢哋咧要帶出禁食嘅祈禱。而且唔知禁食祈禱好快咧，武漢嘅教會咧唔同嘅教會嘅基督徒就起嚟咧聯成一啲嘅服侍喺武漢嘅裏邊封城啦。佢哋出一啲嘅網絡上嘅海報話封城不封愛即刻有啲熱線嘅電話咧係發出嚟。如果你行動唔方便，如果你恐慌，你咧需要人哋關懷，你打呢啲嘅電話啦。你需要我哋代你買咩嘢咧？你話俾我哋聽啦。咁服侍當地嘅居民。呢度咧有一啲咧係聆聽專業嘅心理輔導嘅人員咧，係聆聽優先咧係醫護人員嚟到去幫助佢哋咧，佢哋做醫護喺前線打仗咧，好又翻唔到屋企又翻屋企又驚感染家人好抑壓嘅情況底下咧，嚟到有專業嘅輔導人員去聆聽佢哋好多熱線電話。你睇到呢個好似十字架，好似喺聖經裏邊舊約摩西舉起呢個銅蛇嘅象徵，話俾人聽，你去仰望十字架嘅拯救啦。仲唔止喎，全國咧好多地方，甚至海外啲華人咧，有啲基督徒咧係我都認識好多基督徒嘅單位佢哋咧就一包一包咁細包細包咁樣嚟到用唔同嘅方式寄運入去，或者俾人帶入去咁所以咧喺武漢裏邊嘅基督徒咧係可以咧穿住全副嘅武裝黃色咁白色咁樣保護衣物佢哋咧係派單張、派口罩、派嗰啲嘅潔手液等等佢哋喺個個都係好恐慌嘅情況底下，佢哋喺嗰度廣播，佢嗰度咧嚟到去安慰嗰啲嘅居民。喺佢哋出嚟買嘢啲超市嘅門口咧嚟到去派發令到佢哋咧係可以心裏邊咧得安慰，同埋咧有一啲嘅口罩咧嚟到得着保護。我喺呢度咧有一個短片4分鐘
咁咧就係武漢封城12日啊！咁啊，究竟佢哋喺裏邊點樣嚟到去派發咧嚇？咁啊，睇一睇咧啊呢一個嘅短片係俾大家。是要叫他们寻求我们人居然没有平安，是因为罪。耶稣为我们罪死死而复，你现在得生命的平安的。亲爱的朋友，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赐给你，也将你一生的平安锚定在他的手中。亲爱的朋友，耶稣爱你，愿你平安。武汉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一场突如其来的患难，打破了这座城市节日的喜庆的气氛。许多人本来应该和家人在一起，非常美好的团聚，也有许多从外地要回来的亲人，他们因着这一场患难，他们无法归来。就是在本地劳作一年，有了许多的收成，准备回去与亲人团聚的这些人，也因为这瘟疫的爆发、城市的封锁而梦断春节，与家人团聚的美好的愿望由此打破。武汉仿佛如一座孤城被隔离在华夏的土地上，但是谁愿意舍弃自己的儿子来赎回别人呢？神却为了拯救罪人，舍弃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是耶稣啊，是耶稣才是最大的平安。是耶稣有永生，每一个人都叫耶稣的拯救。无知的世界观里面，只求肉体的所思所愿。但如今，神借着这一场灾祸的临到，他要苏醒你的心灵，使你看见人类在灾难面前何等的渺小。这一位造物主，他要是何感谢神，感谢上帝。我们每个人都有罪，都有认罪悔改，每个人领一份啊。是你有了谦卑的心，就没有什么能够拦走你进到他的面前。你从前不认识神，你也不愿意寻求爱德，正如圣经说，他从一本招取完整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的结局，使他们不受硫磺火湖的神的愤怒的审判，他就差遣他的儿子到世间。圣经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在地上好，雖然咧剪接得麻麻地，但係咧係好寶貴嘅一啲嘅信息。咁我希望大家咧都係睇得到同埋欣賞喺中國裏邊教會嘅弟兄姊妹，佢哋一樣勇敢將愛耶穌基督嘅愛、真神嘅愛，同喺患難當中喺瘟疫症底下嘅人就算喺武漢封咗城大家都覺得好危險嘅情況底下，
仲係去關心周圍身邊嘅人。我哋喺香港大家咧可能都認識咧沈祖堯醫生咁佢喺17年前咧喺沙士被稱為亞洲沙士英雄嚇。咁佢咧就話佢自己唔係英雄佢咧今天已經卸下咗咧呢一個中文大學嘅院長嘅職任，但係佢仍然咧發起鼓勵嗰啲醫護人員嚟到去祈禱，鼓勵大家繼續嚟到為抗疫嚟到去祈禱嚇。咁佢咧喺最近嘅香港家書嗰度咧，特別欣賞呢啲咧願意進入去呢啲負壓病房呢啲受咗感染高危嘅服務嗰啲嘅人，幾個月都返唔到屋企嘅醫護人員，佢為佢哋打氣，感到自豪嚇。咁咧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知道咧，沈祖堯醫生同埋咧袁國勇醫生咧喺香港都係醫護界係特別喺抗疫上面有貢獻嘅專業嘅人士，但係其實咧佢哋都係基督徒呢一班呢張相所呈現出嚟呢一班咧都係基督徒嘅醫護人員醫生。佢哋17年前為咗抗疫，沈祖堯醫生發起祈禱，因為人嘅盡頭，人當時未揾到嗰啲嘅傳染嘅途徑，未知道呢一種嘅病菌係點樣一回事，呢個隱形嘅病人隱形嘅敵人嚇。但係一個一個醫護就瞓低嘅時候，甚至有啲離世嘅時候，佢哋唯有去到上帝嘅面前，承認自己嘅不足，認罪祈禱。你話哎呀，佢哋咁好，點會有罪啊？佢唔單止為自己，仲為我哋人類好多得罪上帝嘅。我哋過去營營役役、忙忙碌碌，我哋以為自己係盡咗我哋人嘅責任，原來我哋喺繁忙嘅過程裏邊，我哋做咗好多上帝唔喜悅嘅事，或者我哋迫於無奈、迫於生活，但係上帝有佢嘅旨意喺我哋人類嘅心中。好希望我哋行正歸正，做返上帝創造人類嘅時候，我哋嗰種嘅尊嚴，嗰種嘅品格品德，喺呢一個醫護界裏邊，唔單止有而家打緊仗嘅呢一批嘅醫護，當中咧有唔少無論醫學院醫生、護士醫療界當中咧，其實基督徒嘅比例非常高。我喺呢度咧特別介紹，其實好多醫院我特別講香港啦醫院咧其實都有受西方宣教士嘅影響啲教會個群體咧嚟到去建立，好似浸信會醫院啦好似播道會嘅醫院啦咁聯合醫院啦。咁我今日咧介紹呢個靈實醫院嘅創辦人咧，其實係一位宣教士，左邊高高嘅呢一位司務道宣教士佢咧係挪威人嚟㗎咁其實咧佢係喺1911年嘅時候喺挪威一個基督教嘅家庭好溫馨嘅即係嘅成長。咁但係佢讀完護士之後咧，20零歲女就好有上帝俾佢
愛嘅呼召，要嚟中國咧嚟去幫助中國貧苦大眾喎。咁佢第一次離開挪威唔係好似今日咧咁方便啊，隨時離開搭飛機去邊度。嗰陣時咧，佢需要咧係坐船坐火車咁嘅。但係佢嚟到嘅時候咧，其實係中國咧正在爆發緊咧中日戰爭嘅。咁如果你見到咁嘅情況咧，走夾唔唞啦嚇。咁但係佢因為上帝俾佢愛嘅呼召咧，佢繼續向前兜咗個大圈喎，嚟香港。咁啊，香港當時咧係好落後啲漁村嚟㗎啦嚇，漁港咁樣。咁佢咧先咧坐船咧去咗越南然後再搭火車咧去昆明，又重慶，又成都，又西安咁。其實佢目的咧係去陝西嚇。佢唔係去嗰啲大城市，佢唔係去嗰啲嘅繁華嘅地區，係去呢啲好艱難同埋咧係貧瘠嘅陝西嗰度咧，用佢醫療嘅知識咧嚟去服務嗰啲嘅貧苦大眾。咁但係咧一路工作咗7年咧咁嘅當中咧又經歷第2次世界大戰咁到7年之後咧，佢先有機會咧，第一次咧翻去挪威咧就去探親。佢冇留喺挪威咧，就從此唔翻嚟中國喎。佢唞咗1年度咧，就再翻嚟中國。咁當時咧，佢就再搭另外一個船咧，就由印度孟買咁樣轉上海，咁再去呢個陝西咁。但係咧中國咧佢做得冇幾多年之後咧，中國又起咗內部嘅變化啦政權轉變嘅時候咧，全部宣教士咧全部要趕離開中國，佢差唔多咧係最後一批離開中國嘅西方嘅宣教士啦。咁佢就留咗喺香港咧服侍咗成20年啦咁佢嚟到香港咧，其實咧喺50年代咧，好多中國大陸嘅難民咧係逃離呢個香港咁其中有一大批咧就去咗調景嶺，咁咧就形成咗難民營。咁當時咧個資源好缺乏好多人咧營養不良咧就感染咗呢啲肺癆病菌。咁當時嘅肺癆病咧係一種傳染病嚟嘅，好似今日好容易傳染嘅呢啲嘅新冠肺炎咁樣咁傳染病咧冇咩人敢掂佢哋啦。咁但係呢啲充滿愛心嘅，有上帝感召嚟到服侍我哋中國人嘅西方嘅宣教士，包括呢一個嘅司務道宣教士咧，就願意去到呢個調景嶺嘅難民營。咁當時好簡陋未有醫院用一塊大嘅石咧嚟到做嗰個嘅診療桌咁然後啲難民排晒隊咁樣咧佢哋咧就簡陋咁樣用啲布咧係咁樣揞住個口嘅啫。咁咧就喺嗰度咧嚟到開始咗呢啲即係治療呢啲肺病咁成立呢個基督教嘅醫務所慢慢咧就籌集外國一啲幫助一啲嘅挪威一啲嘅經費或者世界各地有心嘅人咧嘅捐助，咁先至咧喺1955年嘅時候咧慢慢建立呢一個靈實嘅肺病療養院，其實就係靈實醫院嘅前身咁當然咧故事咧係好長啦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話俾我哋聽，點解呢啲西方嘅宣教士佢哋好地地安安樂樂喺佢哋嗰個家鄉自己嘅國家自己平靜安穩咁樣過生活就好啦，
點解要咁辛苦嚟到中國，咁辛苦嚟到香港，嚟到對抗呢一啲嘅病菌呢？佢哋立下咗好美好嘅榜樣，因為上帝嘅愛。聖經話俾我哋聽呢，聖經約翰一書第4章19節話俾我哋聽，佢哋愛，因為上帝先愛佢哋。呢班嘅宣教士點解可以咁樣犧牲？點解可以咁樣愛我哋中國人？佢哋會話俾我哋聽，因為聖經話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哋，就係呢個耶穌基督，就係呢個佢差嚟世界嘅救世主，為我哋釘喺十字架上邊，先寬恕我哋嘅罪，先赦免我哋，先要塗抹我哋一切人類嘅過犯。基督教咧係一定要處理我哋人裏邊嘅罪，唔單止一件一件做咗出嚟嘅罪嘅行為，仲要處理我哋人心靈裏邊嗰種嘅污穢，嗰種嘅自私自利，嗰種嘅貪心，嗰種嘅殘暴，我哋裏邊嗰種嘅問題。上帝差派耶穌基督嚟為我哋犧牲喺十字架上邊。呢啲嘅宣教士，呢啲武漢教會嘅弟兄姊妹，佢哋就係咁樣用愛嚟去做榜樣。呢啲香港好多基督徒嘅醫護人員，沈祖堯醫生啊等等，佢哋愛。聖經喺第18節補充話俾我哋聽，喺愛裏邊就冇懼怕，愛充滿佢哋嘅心靈，佢哋就將呢一啲嘅怕嚟到除去。其實服侍呢啲有傳染性嘅，大家都好驚，要保命。但係好似沈祖堯醫生稱讚呢啲威爾斯醫院要進入呢啲 dirty team 呢啲嘅容易被感染嘅負壓病房，唔使抽生死簽嘅，係排晒隊，個個主動咁樣要入去輪流嚟到去爭取去服侍呢一啲嘅病人。親愛嘅朋友，親愛嘅弟兄姊妹，上帝嘅愛今天亦都催逼我哋。喺6月中嘅時候，香港發生好多好多事，其實由舊年開始已經發生。好多人好希望再一次得到返轉頭，舞照跳，馬照跑，繁榮安定。但係喺6月嘅時候，我哋真係風雨飄搖，好多嘢返唔轉頭。喺好多嘅瘟疫橫行嘅日子，係好多政治越嚟越收緊嘅日子，好似天都灰暗晒，落晒雨。但係上帝用天虹嚟到去鼓勵香港人唔好灰心，係雙彩虹你睇到，仰望天空，仰望上帝嘅應許。上帝冇忘記我哋，冇離開佢所創造嘅人類。聖經教導我哋，雖然佢要訓練、要試煉我哋人類，當我哋頑梗悖逆，當我哋悖逆佢
嚟到去繼續去做我哋自己中意做嘅嘢。我哋唔認識上帝，我哋唔認識耶穌基督，我哋嘲笑別人。但係上帝喺3000年前已經通過呢個祈禱話俾我哋聽，佢知道佢要使天閉塞不下雨，佢使蝗蟲吃呢個地裏邊嘅出產，佢使瘟疫流行喺人類嘅當中。佢呼籲所有嘅人，如果你要做我嘅子民，你只要謙卑、禱告、尋求我嘅面，轉離我哋嘅惡，佢會從天上嚟到垂聽，垂聽我哋嘅祈禱，垂聽我哋真誠嘅認罪，赦免我哋嘅罪，醫治我哋呢個大地，等我哋可以重新安安樂樂嘅嚟到去過平靜安穩嘅日子，重新調教我哋嘅生活，有神有救主耶穌基督介入咗我哋嘅人生，帶領我哋行走真正嘅義路、正義正直嘅道路，重新認識上帝，認識聖經嘅真理。我哋唔再偏行己路，唔再悖逆離開呢一個真神。求主憐憫，我哋一齊低頭，我哋誠心嘅祈禱。主耶穌，我哋感謝你，你親自嚟到呢個世界，你為我哋成為肉身，嚟到呢一個烏煙瘴氣嘅地上，你為我哋成為榜樣，你為我哋受死釘喺十字架上邊。我哋常常每一年經歷聖誕節、受苦節、復活節，我哋都唔明白你嘅真理。今天當我哋經歷咁多嘅災劫，真係猶如聖經裏邊，我哋越讀聖經越知道世界末了嘅日子，好多末世嘅徵兆一樣一樣應驗，好多災難係全球性嘅災難，唔係淨係邊個地方先有，我哋可以逃到去另外一個地方就解決。親愛主耶穌，我哋知道你要呼召我哋嚟到認識你，回轉歸向你。求主讓我哋誠心喺你面前，喺十字架耶穌基督呢個救主嘅面前認罪悔改，求耶穌基督嘅寶血塗抹我哋嘅過犯，赦免我哋嘅罪孽，因為你為我哋預備耶穌基督做我哋嘅救世主。通過呢個十字架，我哋能夠踏翻條路嚟到回歸向翻呢一位聖潔嘅真神，我哋慈愛嘅天父。感謝讚美你為我哋預備呢個救恩，我哋恭敬嘅祈禱，多謝你有呢個咁寶貴嘅福音，我哋可以傳揚。雖然喺疫症蔓延嘅日子，我哋仍然係要高舉你個福音，因為喺呢啲嘅日子裏邊，人嘅心已經預備好，人更加需要你自己。求主俾我哋將呢個福音繼續努力去傳揚，深相信更多人願意認罪悔改歸向你。恭敬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阿門。感謝神，求主賜大家平安。希望疫症過後，我哋再見。拜拜。
算世界刮着狂風暴雨，我心仍是穩妥安舒。無論前路灰暗，憂傷困倦，你讓我站穩磐石之處。就算捆鎖劫難縈繞着我，我心藏着不死盼望。耶穌是我牧者，永在我旁，你將你肝刀安慰我。主你賜下平安，不像世人所賜，我的心不必再憂愁，也不用擔憂。主你賜下這平安，是用重價換來的恩典，受鞭傷使我得醫治，受刑罰讓我得到赦免。就算世界刮着狂風暴雨，我心亦是穩妥安舒。無論前路灰暗，憂傷困倦，你讓我站穩磐石之處。就算捆鎖劫難縈繞着我，我心藏着不死盼望。耶穌是我牧者，永在我旁，你將你肝刀安慰我。主你賜下平安，不像世人所賜，我的心不必再憂愁，也不用擔憂。主你賜下這平安，是用重價換來的恩典，受鞭傷使我得醫治，受刑罰讓我得到赦免。主你賜下平安，不像世人所賜，我的心不必再憂愁，也不用擔憂。主你賜下這平安，是用重價換來的恩典，受鞭傷使我得醫治，受刑罰讓我得到